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际油价一趟又搁起破100块美金，恐惊影响到国内 GDP 甲 CPI。也毋过，国发会预估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会超过7%。有中国籍移入的民众党立委李金秀头一届伫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内政部长罗世峰强调依法无要避询。高雄林园公园庙的庙埕有人饲粉鸟仔，煞害死24只。动保处已经展开化验，要来了解死因。来看今仔台湾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温度会到30度。也毋过拜四又搁要变天咯。气象署表示讲，拜四开始是有锋面接近，北部甲东部会开始落雨。今仔早起台南南西区连续发生2届地震。礼拜宜兰的外海嘛有规模4.2到5.4的地震。地震中心嘛提醒讲，未来这3天就爱搁特别注意地震尾。拜一天气稳定，各地头侪份好天，日时烧热。气象署指出，部分地区上关温环视有30度，东北部甲东部关温伫22到23度，其他的地区伫23度到26度。早暗温差有较大，民众就要看办势调整清楚。不过气象署讲，拜四方面开始接近，水汽增加，时到北部、东北部甲山区环视会落地渐雨。这道锋面呢，会在礼拜4的时候来到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从礼拜4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呢，锋面会一波一波的通过在台湾北部跟东北部的外海。虽然说主要的水汽都是在外海上空，但是连带的台湾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几率呢会稍微增加一些。拜早起，台南南西区小连续发生2个规模3.3到4.3的地震。啊，那礼拜嘛发生2个地震，伫宜兰外海规模5.4的地震，甲半暝2点伫宜兰近海发生规模4.2的地震。地震测报中心嘛说明，台湾本地都是常常发生地震的所在，拄好地震集中伫这几天尔。这4万外个地震70%发生的所在是在伫台湾的东部地区这个所在。平均来看是无较济，但是这平均的时间内，当时啊有较济，当时啊就无较济安尼。地震测报中心提醒，未来3天内无排除会有4.5左右的地震尾，提醒民众都要提早警觉。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北股市今仔开盘是大起，指数上侪起365点，也毋过随个开始了，震动将近500点，最后是收伫33342点，是落57点哦。新台币换美金早盘嘛落到32块，落尾1角。有分析师是表示讲，中东战争阁继续在炭烧，荷姆兹海峡红色，国际原油继续起价，一趟已经超过100块美金，嘛影响到市场。也毋过有专家认为，战争对股市影响应该是短期的尔，嘛是爱看到企业的基本面。台股伫战争打发生的时落破32000点，也毋过随个起起来，台股是展现将加强的韧性。所以今年以来，台湾股市的加权指数起超过15%。伫全球是排名第5名。因为战争国际油价大起，今仔布兰特原油期货计价一桶嘛是超过100块美金。有立委质询行政院主计长对国内经济成长率的影响，嘛敢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咧？主计长陈淑珠是指出讲，油价起1成，对 GDP、国民生产贸易，佮对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拢有淡薄仔影响。也毋过，若战争真紧就结束，影响就应该无大。国内电价都有机会升袂起。国发会嘛强调讲，今年台湾的出口应该是正旺，经济成长率有机会到7.71%。16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桶上悬起到104.43美金，西地州原油北起到上悬97.87美金，中油对起柴油总共吸收9块半到10.9块。对国内经济成长率加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更会造成通膨。它涨10%，那对我们一个 GDP 的影响是0.1%啦，哈。那如果说全数涨价是0.12，那对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讲是，
会影响0.24啦。GDP 里面它各项的变数，然后各项的变数去做确认，然后它影响的变数是多少，然后去推估。5月的时候才会再行修正就是了，不论是西。主计长陈淑珠讲，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逐个月修正，因若经济成长率是每3个月修正一遍，会继续观察中东战争对国内影响。因若中油的财务亏损已经超过800亿，也搁会吸收国际油价起码稳定物价。陈淑珠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中油增资案，另外月底将要开电价汇率审议，也希望会当缓起，互人民安定。因若国内近期对七线图已经继续是列入红灯，敢会因为中东战争的影响？大家也伫咧讨论，主计总处所估计，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7.71%，敢会向下修？主计处预估7.7哈，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可以达成。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口会持续的跟去年一样，景气灯号，我想应该有机会持续的再红下去。政府部门也都会关注的整个物价的那个波动的形势，那避免那个业者在哄抬价钱或者是垄断。国发会主委叶振宪表示，有关汤庄雅士的绩效，3月确定未起，不过4月绩效就要搁再协调，3、4月液化天然气供应无问题。中油进前甲美国签的 LNG 买卖契约，也自6月开始交会，会继续关心国际能源绩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闻，聊到一个卖电视门号的经销商，伫依然无解封的移工去病院体检的时候，骗因办电话预付卡，再搁甲门号卖予诈骗集团，有上百个移工受害。警员上门搜查，查到大量的银行、银铺啊，甲500张还未开通的电信门号预付卡。刑事局撞到电信门号经销商4间的负责人，甲伊的员工计共9个人，涉嫌趁移工到病院体检的时，透过基因系统来过移工办电信门号预付卡，再搁转卖予买卖的卡片商甲诈骗集团。用外籍移工至医院体检时，借言语不通机会，让移工同时申办2家电信门号预付卡。却未交付或仅交付其中1家门号卡，以此手法冒名申办大量门号卡，再转卖下游收购及贩售的卡商。警方表示，4间的主嫌电信门号经销据点有伫高雄、桃园甲新北，因锁定台南、桃园、新北3间病院，伫体检的场所排查，并且向认得的中人甲移工骗讲这是体检的流程，骗因翕居留证甲签名了后，再搁冒名办门号。警方2024年伫中华撞到 DMT 早期外部机房的时，向源头入，才发现这款的手法。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认为讲，要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政府爱简化体检的流程，搁提供现场详细服务。第一个，这个可不可以简化？第二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可不可以有充分的双语人员的服务，让劳工可以自己去？如果这2点能够做到的话，保障这种跨界劳动力安全，我觉得就会好很多。警方案算有100-200位移工受害，4间嫌犯转卖了后的电信预付卡一个门号会当赚1500块，诈骗集团搁再用这个门号诈骗民众19个人，受害金额大约有1000多万。警方后续甲4间嫌犯，一共4个员工，搁有下游的卡片商计共18个人，按照刑法早期罪移送台中的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抓诈骗的车手是愈来愈困难咯。过去车手拢会摕真侪张提款卡伫机台头前来操作，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也毋过即马车手会使用唔免卡提款的功能，要求被害人操作。车手愈紧就当摕到钱，警方嘛愈恶抓到人。10甫人来到超商领货，随后警方包围。原来这个包裹内底藏的是民众夹的领钱卡。细心的车手伫咧领货提钱进前，就去互警方提前先砸落来。过去的诈骗案件，车手会摕足侪张的领钱卡，伫咧 ATM 头前创足久的。毋过安尼，较会互警方注意到。即马诈骗集团学巧啊，改换无卡领钱的功能来闪查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被害人他就处于恐慌跟紧张，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冷静去查证说，为什么我今天是一个卖家，我要去申请这个无卡提款序号的功能。那当然这一步一步的蚕食他的这个心理的恐慌之后，当然被害人就会慢慢的将他的无卡提款的序号跟无卡提款的密码就传给诈骗集团。这款诈骗部数较侪用伫咧网络诈骗。警方分析，这个诈骗集团骗讲金流严重失败，佮讲口罩去互冻结。一步一步甲下，要求被害人随操作无卡领钱的功能，伫咧手机 App 设定免领金额，还佫密码，就会当互系统产生领钱的号码，提供互车手赶紧领钱。
银行就会认为这个我密码跟序号只有告诉你自己本人，这个拿出去就视同你自己本人这个提出的这个款项，那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被利用作为洗钱的工具，你不但会损失金钱，可能还会被变成是警示账户。嘛有专家指出，这款诈骗的手段，若被害人家己受伤害，有金流的口罩，嘛有可能变作是洗钱的口罩。虽讲即马防诈意识有提悬，袂凊彩大家领钱卡交出去，不过诈骗集团找到新的部署，互无卡领钱，嘛变作是犯罪假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组织最近是破文警告讲，有一只停伫台南安平港叫做两岸号的货船，船只的身份造假，有可能会造成国安危机。航港局嘛表示讲，这只船伫初15来到安平港，航港局13有去船顶做检查，确实冇查到问题，嘛已经要求这只船先暂时袂当离开。这只停伫安平港9号码头的货船，船顶的人员是足无用的，离开港口的时间无确定，因为这只船早伫互国际组织掠案，甚至互列作是高度威胁的污名单。航港局的人员伫咧13检查，查到几项无适合航海的重大欠点，要求这只船伫咧改善进程，袂当离开安平港。它从海中接驳，然后靠岸，然后进到台湾地区。那这进到台湾的，如果刚刚讲的是人员或者是其他比较危险的武器的话，那这个对台湾的国安另外一种破口就是说，我们常俗称的会不会有第5纵队？相关单位一定要去严查啦，在还没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让他们出港。这只货船若船身份是假，而且调过去18个月自动识别系统数据会当看到，伊航程定定驶去公海了后就结束。足奇怪，而且伫咧台湾10号位啊海峡活动的时阵，有1/3的时间会调一个把安全公报信号关起来。我们交通部要优先来禁止出港，而且航港局、我们的海巡署相关单位一定要加强整个盘查的机制跟监控的一些频率。虽讲敢若高雄、台南有2摆停港的记录。不过有仪器所侦测到有1213摆食水线真大的变动，专家合理推断，这只船一直咧做无合法的船对船转运，私底下则唔知影是虾米的物资。或者是相关武力的一个状况这一点的话，就不是单纯的走私它可能就涉及到想用这种所谓的权益论、非法论国的这种侵扰来去进行国安破国的测试。对，专家提醒，网络侵扰的状况，其实伫咧第一岛链4号月啊，拢有同款的状况发生。针对无开船只自动识别系统的船，是足歹防的，敢会当增加海巡的量，才会当第一时间甲涨起来，甚至结合日本、菲律宾的海巡做下境联合式的查缉、管理甲控制，才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有中国籍移入的民众党的立委李金秀，今仔头一届伫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质询，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备询，部长是坐伫座位拒绝询答。内政委员会调集委员是强调讲，依照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决议，会来尊重李金秀重大发言，也毋过卖来尊重行政院的官员会当卖回应的立场。有请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女士上台，谢谢。一上质询台就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起来，不过刘世芳敢若坐伫位的，连头嘛无要挖，拒绝互询答。是有请刘部长上台，谢谢。我们尊重行政院的官员可以不用上台。那时间继续暂停，谢谢，我在等。没问题。官员无要上台，李金秀嘛表达不满，强调想要讨论民生问题，但是民进党所要政治操作，佮因为质询无官员回应，真侪摆要求时间爱暂停。行政部门这样的态度意义何在？是否藐视国会，请主席裁示。我觉得行政立法互相尊重，那所以说我们也尊重行政院，其实所有的委员会也都会遇到。那我们先尊重李珍秀女士的发言。问到社会主体议题嘛是无人要应，李金秀要求内政部爱伫2礼拜内提出自导中心的资料给因，佮强调刘世芳若是无要应，就是代表有动议。李珍秀委员质询开始变有问题了，那我也要抗议主席在掩护民进党官员，不敢面对民意，请他们就是不敢站上备询台。
虽然有民众党的委员伫现场协调，但是老世芳伫会议进程就已经讲过啊，李锦秀的立委身份受羁留的，伊会遵守法律，袂知法犯法。在事实跟法律还没有确认之前，或者司法判决之前，其实李珍秀女士她担任立法委员的身份是有疑虑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呢来遵守。那我一定不会知法而犯法。未来我想要问行政院，是不是任何一个他看不惯的立法委员，他只要用一句“我对你的身份有疑虑”，就不给他上台，不接受质询？头一摆一巡，官员煞无要插，李锦秀批评民进党对伊的指控完全无法院的判决，一巡是公开转播，会互社会大众看到民进党的骄傲，因为双方拢无言语顶悬的互动，嘛互李锦秀的国籍争议继续发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团今仔公布立法院新会期的11大优先的法案，主要是以照顾后一代、一中的父母、社会正义甲台湾未来为主，嘛拍算要来增加用A楼田津贴，落讲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甲关系到台湾未来1.25条的国防条例，各有立委去中国就爱申报的法案。看得到、吃得到，全国都照顾。为着要照顾后一代，民进党团11位立委联合召开记者会，要伫咧新的会期推出11大优先法案，针对育婴津贴会当增加1个月收发。爸爸跟妈妈双亲都已经请满各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了。那你们可以再加1个月，也就是各加1个月，总共有14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另外，也打算推动劳工的家庭照顾假，嘛爱比较公务人员提供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是过去呢，我们在公务人员他们家庭照顾假是有7天的有薪假，那现在我们要来争取劳工也要有这7天的有薪假。在各项的议题，民进党团也提出照顾台湾未来1.25条强军条例，来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呼吁朝野立委会当共同支持。各有针对立委去中国的法案，打算提出两化条例修正案，明定立委去到中国必须爱先申报。立法委员附中的状况之下，政院当然有它的版本，但我们的版本已经被挡了857次。那因为蓝白也并不是那么的认真，所以他还是漏挡了几则所以呢，目前来讲进入到委员会还是有可以审查的空间。那国民党团伫咧新的会期也提出家己的优先法案版本，拢总42案，包括精辟国安法草案、确保上先进的研发技术留伫台湾，以及台湾未来考照特别条例草案，提供囡仔读册奖学金，各有关军人年假的修正草案。国民党团表示，详细推动项目未来会来召开记者会，统一对外说明。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第9届玉山论坛，今仔起稿，总统赖清德伫咧致辞的时指出讲，伫国领域台湾唔若要做国家队，嘛爱做国际队，甲世界理念相外的民主伙伴，共同来强化供应链甲经济韧性。日本的立法议员昆담会会长古屋圭司，嘛来刷第9党出席。伊建议讲推动日本自卫队、甲台湾军方、佮有美国军队的军乐队来进行文化交流，嘛强调讲中国是无权利来插嘴。总统赖清德伫玉山论坛拄着好朋友，也就是日华强的会长郭学瑞斯，伊专工去握手致意。这个论坛邀请22个国家、70外个国际政经人士参加。罗总统甲大家讲，台湾拍拼布局全球市场，去年对中国的投资已经降到3.75%，会持续甲理念相反的同伴，做伙来守护民主。By leveraging the combined advantages of our democracies, economies, and technologies, Taiwan and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can work together to build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es b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teams to keep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with other nations. 郭瑞斯强调讲，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代志的这个言论过度反应。佮讲日本坚定守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嘛提出互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乐队进行文化交流的想法，成做和平的象征。This is purely a cultural exchange, and China has no right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We will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 realize new cultural exchange that are symbol of peace. Że pokojowe metody są silniejsze od walki militarnej i fizycznej. 波兰的头一个民选总统华丽莎，捌伫1983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即届嘛有受到邀请出席。
伊行前变乌克兰国旗的徽章，伊强调讲任何问题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希望各国会当互相好好讨论，找出解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欢迎外交国防委员会国防部长顾立雄，因为有公务请假，国防部嘛针对最近的中东冲突提出打造台湾之盾佮相关的应用，也毋过嘛是无排审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的调集委员马文君是表示讲，部长无来嘛无法度来审特别条例。国防部长顾立雄因讲请假无到现场，和国民党调委马文君伫外交国防委员会一个开场就先提出意见。像今天这样，连部长都来不了，我相信很重要的特别条例大概也没有办法审。俄西亚乌克兰战争，小型的无人机应用真快，对战局产生关键的影响。即马现代战场形态改变，国防的挑战甲情报的渗透嘛更较多元。国防部参考相关的经验，结合低成本软炸手段甲无人机反制能量，打造台湾之盾，建构无同关度的防空火网。有效拦截跟防御这个部分，这中间需要一个战场管理系统去整合它。那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手段。要建构低成本软炸手段，提升整体防空韧性，整体作战指挥系统 IBCS 真做重要的关键。面对立委的提问，军方回应讲，目前拢已经进入评估的选项。我们在这台美军购当中，我们可能会引进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IBCS 系统来来做这个合作。这部分呢，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这个磋商嘛。这个系统里面可能有一些美规的系统，也有一些我们自制的系统，不知道这个整合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说 IBCS 当然它是一个美军现在陆军现行的一个战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目前的评估的选项之一，那也有其他的战场管理系统在做相关的研讨跟磋商。因应中国多元空中威胁的形态，国防部加速整合各军种的防空系统，未来会持续强化分战防空加机关整合能力，降低中国远度打击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事已经第3礼拜了，所有风声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过身的假消息。纳坦雅胡随着伫社群平台抛出一段伫咖啡厅啉咖啡的影片来判除谣言，佮强调讲以色列嘛已经锁定伊朗国内佮要继续毁掉几啊千个目标。另外战争嘛拖到黎巴嫩，当地嘛已经有850个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现身耶路撒冷郊区一间咖啡厅，因为网络真侪人咧讲伊已经过往啊。影片中伊轻松食咖啡，用希伯来语的结骨仔话来警惕伊的死讯，佮举手请无聊算伊的镜头啊，用这来证明伊规个人好好。אני מת על קפה, אתה יודע מה? אני מת על העם שלי. איך הם מתנהגים, פנטסטי. אתה רוצה לספור את מספר אצבעות? אתה יכול להראות לנו? פה. פה. ראית? יפה מאוד. לחיים. 纳坦雅胡搁再声明，虽然有真侪限制，以色列继续伫伊朗甲黎巴嫩境内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确保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嘛强调，这场实施怒火行动有周密的计划。以军发言人搁指出，虽然战争已经一段时间啊，不过透过12惊险的争取，因伫伊朗境内依然锁定数千个有威胁性的军事目标，准备攻击。伊讲强调，德黑兰政权是一天比一天更较衰微，佮对百姓隐瞒真相。啊，那美英领导人嘛当咧通话讨论，要安怎定克服伊朗封锁的核武自海劫。ואנחנו מייצרים מטרות נוספות מדי יום. המשטר כבר מוחלש, ו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החליש אותו יותר ויותר מדי יום. הוא מעורער, והוא מסתיר את זה מהאזרחים שלו. 不过，军事攻击嘛带来真大的代价。黎巴嫩卫生部指出，这2礼拜攻击已经造成当地850人死亡，其中有100多个妇女加囡仔，还有数十个医护人员。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疑似和武装部队攻击几礼拜。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亲身到黎巴嫩呼吁停火。不过，真主党领导该站态度犹原真硬，宣称因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لقد أعددنا أنفسنا لمواجهة طويلة.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سيفاجئون في الميدان. تهديدات العدو لا تخيفنا وسيرى العدو بأسنا.
政府之外，伫国际舞台嘛出现真正的比例。进前伫亚洲杯脚球赛，拒绝唱国歌以表示抗议的伊朗女子脚球代表队传出队长甘巴里决定撤回澳洲的庇护申请，正做第5个改变心意的成员。伫寻求庇护甲对出来人安危的烦恼之间，球员的处境是非常脆弱。目前伊朗暗要调关上届新主以平息民怨，即场因为乌金甲飞弹所引起的风暴，当咧分化中东社会。公视新闻台为人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南投县政府要伫民间乡起焚化炉，争议是不断哦。南投县政府早起开第2阶段的宽频会议，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伫会场野地米来表达抗议，要来阻止宽频会议的进行，嘛甲警方发生严重的冲突。南投县环保局拜召开民间乡的焚化炉第2阶段范围界定的会议，反焚化炉自救会佮环保团体一会场，看到警方用刀仔甲民众安委员过互开，所以因甲和警方发生冲突，一现场野地米，嘛有人去噗噗跳去刀仔顶，因为伤过激动，互警察请出去。反对起焚化炉的民间乡乡民，人愈来愈多，椅仔无够侪，连环保局长的椅仔嘛扭出来，也是无够。原本按算9点开始的会议，拖到强要10点，大家冷静落来，才开始。就是针对这个背景调查的部分，到底要针对哪些水质、土壤、地下水还有空气品质，到底要做哪些的监测啊？包括范围跟频率，我们在今天会收集大家的意见。伊敢有照顾咱农民？无啊，伊没有垃圾减量，导致垃圾增加，黑箱作业减脂，茶叶卖不出去了，阮要经济来源收入就是这，卖不出，咱毋是真可怜。因为民间主要是种地，当地人组织自救会，反对一只起焚化炉。农业部嘛有表达过，地点无适合的意见。自救会希望官员佮环评委员爱好好思考，唔通互民间乡的地域受到焚化炉影响。记者洪怡秀报道。高雄林园的供应庙庙埕，昨有民众讲哦，看到一个翘倒摆的查某人来遮饲粉鸟啊，无几分钟哦，粉鸟啊煞一只拢死去。民众去报案，怀疑讲这个查某人饲毒。动保处嘛指出讲，计共是有24只粉鸟啊死去，会来化验哦，来了解死因。高雄林园这个穿红衫的查某人，徛倒摆来到供应庙头前的庙埕，提出一筐物件来饲粉鸟。这鸟啊，才煞无几分钟，就开始飞袂行，簌簌几落只对空中摔落来，倒伫咧庙埕袂叮当。有民众带囡仔来耍，看到这款画面，惊一个赶紧报警。警方表示，拢总捡到24只粉鸟的尸体，疑似是有人在偷粉鸟，已经甲尸体甲现场采样，敢若有毒的饲料，拢交过动保处提登去化验。现场疑似遭毒害鸽子共24只，鸽子尸体及疑似毒饵已带回本处采样，将进行毒物检测，以厘清死因。动保处对咧启动调查嘛，随来庙埕求红布条呼吁。当地里长表示，这几年庙埕遮定都有人来饲粉鸟，因为鸟仔黑白放屎对附近徛家造成困扰，伊捌放送做白仔提车卖饲，也是同款有人在饲。不过这是头摆发生偷鸟仔的代志，因为庙埕遮出入的民众真多，嘛有囡仔会来遮耍，附近的店家嘛感觉安尼实在真唔通。太残忍了啦！有没有妨碍到别人啊？因为拢有伫咧人的厝的屋檐呐。你卡花，我会当来处理，安尼吼，麻烦莫搁再饲啊，遮住户嘛较袂困扰，莫用讲就像讲为着要你无迄落迄种性命好无，安尼嘛毋好啦吼。咱若无饲，伊就飞走去别位啊讨食安尼啦。动保处当咧化验了解鸟仔死亡的真正原因，不过个动保处也提醒，无论是偷粉鸟还是饲粉鸟，拢是违法的，尤其是下毒，除了爱罚钱以外，更有可能会罚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中华第2月初有民众通报讲，有一只名号做健康的狗仔，和主人虐待，搁熊失踪哦。外界是到找个外月，顶礼拜六，伫中华新港的出海口，亲像发现这只狗仔遗体。动物防疫所嘛表示讲，若查到主人有虐待动物死亡的状况，一定会来追究法律的责任。
这位查甫人提锁啊，直咧拍坐伫涂骹狗仔，中华进前发生主人虐待狗仔的事件，这呢残忍的行为，全部拢互对面的厝边落来通报动防所。但是这只叫健康的狗仔却离奇失踪，动保团体甲善心人士找过外过，则是伫新港乡发现哪像是这只狗仔的遗体，大家冲去主人兜，想要讨一个讲法。出来面对，出来两个。甲拍我唔敢讲无，因为伊咧甲洗澡咧洗身躯，啊家己困甲几大。你相信恁囝无甲拍死，打落片迄边也无可能。无好啦，好啦吼。中华动防所表示，针对主人拍狗仔的事实明确、情节严重，已经依照动保法加赔罚3万块。目前正咧检验伫新港发现的狗仔遗体，是毋是这只叫健康的狗仔，专案移请警察单位侦办。但是动保团体认为，2月初5通报有狗仔受凌迟，但是动防所无第一时间去稽查，才会失去救援的时机。为厘清相关事实，以及确认饲主是否有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虐待或伤害动物等致死等刑事责任，本所目前已将相关行政调查资料与事证移请检察机关依法侦办。在2月5号第一时间他应该去稽查，那在2月6号他们有说他们有到这个现场去，当场应该先把他住家的所有监视器先扣留，这个是很重要的证据。动保所的稽查人员很明显就有失职。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已经有协助通报厝边向狗仔主人提告虐待动物死亡，随后迈向监察院提出中华动防所行政疏失的定情。中华动防所强调，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拢是依法调查处理，绝对严办。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桃园市的桃园区祥丰路有一个工地在挖地基所造成厝边隔壁的厝拢倒去。监管处是表示讲会惩罚27万，要求停工，马紧协助住户来撤离，加上就爱担全部的责任。桃园市桃园区祥丰路这个伫咧去透天厝的新建工地，15早起伫咧挖基础的时阵。因为施工过程无做好保护厝边厝的措施，造成边仔的厝倒来。监管处除了要求工地遂停工，也依照建筑法采取起诉人、承造人加监造人总共27万的罚款。昨天是有听到嘣一声，就听，阮就伫内底啊，关条咧啊，砰安尼啊，就这样啊。就出来看。哎呀，就倒了啊。吓到吗？当然啦。看到你觉得很可怕是吗？对呀。怎么说？就是好可怕。就第一次看到这样房子倒下来。对啊，我知道就在挖那个地下室嘛。那今天为什么过来看？我看来，这个看来有没有拆掉啊？好佳在代志发生迄当阵，这间倒来厝内面无大人。监管处讲，因时甲土木技术工会去现场勘查。初步看起来，代志发生的原因虽然甲边仔这栋厝基础较无稳定有关系，不过施工的工地伫咧挖的时阵，正明显无做好保护边仔厝的措施，也有责任。承商将会做紧急维护措施，然后避免邻近设施的危害，然后并第一时间跟那个受损户达成安置及损坏赔偿的协议。监管处讲，受损的2栋建筑物内面，较瓦基地这栋是判全损，另外一栋开奥多摆店的建筑物受结构安全的问题，已经协助住户完成撤离，由承造商负责所来安置的代志。为了要避免落雨路的放弃，也是要求承造商做安全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是地震刚有法度提早发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针对台湾健康较大岁数的族群来研究，是发现讲有一款基因开始会去影响到认知功能的退化。那有这款基因的老大人过70岁，认知功能的退化会较紧目前台湾是有超过1成7的人有这种基因。超高龄化社会已经来啊！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已经有8%，医疗甲照护负担嘛变多，是毋是当提升预防率？
卫福部国卫院公布上新的研究，会当伫咧老大人还未失智进前，就会当发现的风险。退化速度可能会依照你带的基因型，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当你今天带了 APOE 的 Epsilon 4的这个分型，只要你带有任一，不管是带1个还是2个，你老年后的认知退化的速度可能都会比一般人还快，就它会有加速的这件事。国卫院利用简单的心智量表评估，而且追踪4000多个认知功能真好的老大人，用已经证实是失智症定定看遗传因子 APOE 基因做指标，即个当发现年龄老化、认知功能拢会退化。不过，若是老大人有其中一种 APOE 基因，伫咧70岁了后，认知功能退化都会加速。它还会增加这个风险，所以这些人也许要更早就整个生活形态要改，来降低这个风险。目前这是头一摆伫咧台湾健康的中老年人族群当中验证 APOE 基因甲认知功能退化加速的相关性。根据统计结果，台湾有 APOE 基因的族群有 17.3%， 未来5万会当伫咧临床医学有更较侪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动无分城市，今仔搁再宣布讲，要伫中山阁西门商圈来设户外符合的结婚区。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法规授权地方政府会当公告订婚的场所，卖当来指定设结婚区。要做无分的城市，台北市府锁定人较侪中山商圈，也有西门商圈，分别要设1间到3间符合式的结婚室，相关单位已经去会勘。从年货大街开始到台北灯节，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会选在人潮众多的中山商圈以及西门商圈，评估设置户外负压吸烟区。希望参考日本伫户外设结婚室，台北市府进前讲有收到中央的回应，讲四面拢是窗仔关起来，就算是室内。婚害防治法就是规定室内袂当结婚，这是毋是代表安尼做就行袂通咧？卫福部长赵宗良就解说，依照今卖规定，地方政府确实是会使公告特定的所在是禁婚的场所，嘛会使同时规划结婚区，安尼做并无问题。以户外吸烟室来代替这个指定吸烟区，我讲语法并无不合。在户外设定室内的一个密闭式的吸烟室，我们发现很多的国家其实是没有这样设置的。民间团体认为，即卖也无任何室内清净空气的系统是会使完全过滤婚害。若户外结婚室，这毋是必要的，更加会增加第一线人员受到婚害风险。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应该伫咧人无遐尼侪的所在来设储婚桶。最近这几年开始穿的电子婚甲加热婚，嘛是无分城市管理的时阵，应该爱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光复乡进前做大水，农产各带真侪本色，农民是无法度种植。环境部是请在地农民佮民众来斗相共摒扫，互农民先有淡薄仔收入，嘛通赶紧来恢复种植。十几位农民摕着山抽伫咧北湖村的农场内边挖粪扫，因为土内面除了有塑胶落啊、塑胶杆啊，甚至也有一寡破玻璃，真危险。还是垃圾一堆，还是垃圾那么多垃圾，然后再清上来的话，可能还是垃圾，对，清不完。这款粪扫大部分拢是旧年0923光复做淡水时阵，光复乡粪扫场的粪扫，和淡水长期北湖东湖顶部落的产内底。虽然地面上的粪扫大部分拢已经清掉，不过把土挖开，内面拢全粪扫，无法度种植。我们农改场的让他们过来去检测一下这个土壤适不适合再去种这些水稻，因为我要把那个干净的土地还给我们的地主了。如果你现在你看就这样子荒废的话，是不是太浪费？为了要协助光复地区恢复农业生产，环境部补助花莲县政府甲光复乡公所推出义工代种计划，主要请在地人入去田内底并土捡粪扫，和清理的速度较紧，也和无法度种植的农民有淡薄收入。那目前环境部也已经核定了828万的经费，来协助北富村、东富村还有大坪村包括这个农田的一个垃圾的清理，还有排水设施脏乱的清除，总共有1800个人次。政府有帮忙也不错了啦，也是有心啦。不要说太计较，说什么一定要给我做到怎么样也不行啦。
行政院环境部讲，3月开始实施的义工代进方案，补助1点钟200块，一工8点钟，即马已经清要到2000公斤的份数，请环环保局斗3工去化，土质改良的部分请农改场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转运站的查甫便所，之前因为无做假帮哦，有民众就反映讲拢无文书，落尾新做的假帮哦，毛民众反映讲设计是有问题，用起来实在是有够难用。交通局是表示讲会个赶紧来改善。今日去台南转运站的查甫便所，这款摇斗的假帮设计真轻薄，头前叫八卦红造型来做装置艺术创作，创意十足。不过若视线往下边详细看，这摇斗中央大旗的台南 logo 竟然是铜光的，虽然是艺术装置，不过对部分男性使用者来讲，文书保障哪像互人看现现，民众反映有寡没关系。现在是有挡板，至少有比较有隐私一点点，但是还是有一些漏洞。台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挡板的，就是尿急的时候还是要上。我觉得这设计真的有点奇怪啦，那个隔板还是镂空的，就觉得感觉上了会害羞啊。其实台南转运站对2020启用，查甫便所本正完全无假帮，后来交通局接到民众反映，赶紧去装起哩。那这假帮顶面原本有搭一层无边的饰幕，不过因为便所较淡，加上民众会摸到，造成这幕落落去。交通局回应已经要求委外经营业者来改善。在114年12月完成加装小便斗的隔板，但是近期接获反映仍有太通透的状况。那公运处已要求转运站经营业者立即改善。为了保障运输，后续因规划要甲这批假帮换做完全无透光的材质，卖互民众便做的时阵，佮爱烦恼互人看到。交通局按算1礼拜内会完成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大溪乡的汤围沟公园哦，是在地真出名的风景区，遮定定拢会飞来真侪粉鸟啊，毛民众哦会来遮饲鸟啊，也毋过哦粉鸟啊屎是真侪，嘛互附近的民众真怨叹。县政府最近就公告讲哦，会禁止饲鸟啊，那违法上侪是当罚6000块。宜兰大溪的汤围沟公园，无论是毋是假日，都有观光客去遐浸脚，是在地出名的温泉景点。不过最近环境真垃圾。公园的粉鸟真济，阁有民众定期咧饲鸟啊，地鼠粉鸟直风车内，这个粉鸟阁飞去人家的露台生团休困，鸟仔使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造成脏乱啊！你不知道那个阳台里面都是鸽屎啊。觉得说不要喂啦，这样。我怕病菌传染，因为这边小朋友游客比较多，所以可能会比较有这个疑虑，对。民众都讲，这粉鸟仔是规世界，尤其一寡居民是假日才来大溪大，无定定转来，年久未侵的鸟仔阁愈歹清，居民希望莫阁有人饲鸟啊。拢下民众拢伫遐饲鸟啊，鸟啊，那只要伊拢会迄伫大楼。阳台还是啥，造成很多的粪便，而且清除又不易。我们依据宜兰县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啊，进行相关的公告啊，禁止在汤围沟风景区内喂食相关的禽鸟啊。县府最近根据宜兰县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伫现场打公告，禁止民众伫汤围沟公园饲鸟啊。不过要求民众无咧信道，县府表示依法会当罚1200到6000块，呼吁民众唔通违法，较免了钱。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去年针对台东的森林公园联会地约来移除外来种的鱼架具，嘛来呼吁动在地鱼仔。也毋过无到半冬的时间，即马联会地约又搁出现真侪外来种咯，就怀疑讲敢是有人无想要饲咯，就掠来遮放杀。台东森林公园伫咧卑南溪国家级的蓝地，内底有一个莲花池，毋过过去有伤侪外来种的生物。去年9月份，县府为着营造原生种生物栖地环境，特别甲外来种的鱼仔甲龟移除，呼吁在地物种产鱼仔。即嘛真无简单，看到产鱼仔的数量已经成长到5-6千只。毋过，佫一摆面临生态危机。伫咧莲花池内底已经出现真侪竞争的物种，亲像朱文锦、红色的乌龟鱼仔，也佫有大大细细外来种的红鱼龟甲斑龟。我们曾经把这边所有的外种清干净，包含无国鱼，包含很多的巴西龟等等的，都有把它清干净之后，再重新建构这样的一个菊石式世纪的保种池哦。那其实资源也来得很不易哦。因为森林公园是观光的景点，嘛是开放予民众会当来运动行大的场所。研判这的外来种有可能是民众偷早来放的。不过民众伫咧公园出入，要管控是真无简单。县府即马可能阁爱开一条钱，甲外来种移除，呼吁民众唔通乌白放生。
有时候会看到民众来这边，就是拿鱼类来放生啊。那我们看到之后，就是会把它劝离。官府表示，会评估伫莲花池即块咧安监时期，处理民众乌白放生，并若查到依染地保育法，会当罚6万至3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改造县内华山教育园区来建设山野生态教育场域，3条轮要来建设是海洋教育中心。今年会投入1亿8千万，要甲西螺公园教育农场来改造食农教育中心，年底地当完工启用。云林西螺公园教育农园面积要2公顷，10外档内简单开花会使用。109年到114年，因应西螺分局改建，暂时借予分局做临时办公厅。目前大楼起好啊，分局搬转去。分管府按算要开始整修计划，投入1亿8千万改造成食农教育中心。政府然后运转就好啊，对吧？若对讲啥有较好处的，要办就来办啊。分管府教育处表示，县内有3个教育农园，这几档已经开始改造活用。其中华山教育农园是山野生态教育场域，4湖3条轮教育农园是海洋教育中心。那西螺公园教育农园希望整修了后来推广食农教育。那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它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一个食农教育中心。那里面会针对户内跟户外会规划很多的这个场域，那未来会让所有的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体验食农教育的相关的设施设备。分管府教育处表示，西螺公园教育农园转型做食农教育中心后，会设农机具展示区、农事体验 DIY 区、户外风景区，各有60人的休眠空间，以智慧、绿瓦、食安、美学、传承为主线来规划。目前整修工程正在招标，按算今年底完工，会当开张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伫加州洛杉矶举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Michael B. Jordan 伫最年中演上生涯摕到最佳男主角 ，Jesse Buckley 是以哈姆奈特摕到最佳女主角。今年的最佳动画是 K-pop 辣模女团。K-pop 辣模舞团得到最佳动画片，结合 K-pop 文化甲奇幻的冒险元素。故事咧讲演唱会真歹买到票的 K-pop 女团 Huntress 用歌声创造分门结界，阻挡恶魔入侵人类世界。You will be hunters. Hey, this is the men's bathhouse. Get out of here.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look like me, I'm so sorry that it took us so long to see us in a movie like this. But it is here.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s don't have to go longing. This is for Korea and for Koreans everywhere. Michael B. Jordan 伫罪人当中，一人演2个角色，演一对对抗超自然力量甲种族主义的双生仔兄弟。头一届入围就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Stand here because of the people that came before me. Sidney Poitier, Denzel Washington。爱尔兰的女星吉西·贝克利伫哈姆奈特得到最佳女主角。这出电影咧探讨失去亲人的痛、婚姻关系，也有艺术安怎对痛苦升级。Thank you to the incredible women that I stand beside. I am inspired by your art. 最佳男配角由65岁美国影星谢文潘伫一战再战当中，优良的演出受到肯定。伊伫这出戏当中，以反派军官罗克甲上校这个角色，用定死的命令做借口，对活落来的救命者展开大屠杀。谢文潘6届入围奥斯卡，2004年甲2009年分别以《神秘河流》也有《自由大道》得到影帝。这是伊头一届入围男配角，一战再战后来也得到最佳影片。Sean Penn couldn't be here this evening or didn't want to, so I'll be accepting the award on his behalf. 75岁资深影星艾米麦迪金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表扬伊伫心理恐怖片《凶器》厉害的表现。伊演的反派甲伫DC阿姨小公的造型、阴天的笑声，集中伫电影后半段出场，镜头中出现无15分钟，受入围者内底上帝。Well, it's been 40 years, and you know w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time? This different is got this little gold guy. 17暗时，也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进前，有活动人士为着抗议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甲 ICE 驶出去顶顶的标语，投放伫好莱坞建筑的外壁顶面。活动组织 Marty Murter 表示，用图像、导演甲艺术，互大家继续关注相关的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为着要安打病人甲家属，澳洲一个安宁机构引进9个志工来陪伴病人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伫安宁病房做志工的黄金拿到拍皮，今日过来比出任务咯。She gets excited because she knows exactly where she is and she's wearing her uniform, so she knows she's got a job to perform. 颔棍顶面若是围巾，就是拍皮的制服。今日来到这个94岁老阿公的房间来陪伊计算。Aren't you something? Had a good life, so I don't think I'll go home again. But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94? There's a lot of sadness here, but the role of Poppy and I is to alleviate that sadness and just to bring joy and comfort. Some people have asked if she can hop on the bed, which I have done occasionally, but being a 38-kilo dog's not probably the best. 富裕到伫澳洲的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的安宁医疗是真普遍，伫机构内底真侪住户拢面临家己性命真崩，亲像拍皮这款有灵性、情绪稳定，又搁真亲人的富裕狗，会使互这市民感受到幸福甲欢喜。就算时间真短，也受价值的。拍皮时阵是7岁，过去4年拢做这个富裕狗的工作，伊真清楚家己的角色，也做得真好。而且拍皮甲安宁机构内底这所有员工也拢真做好朋友。Families know and patients know when Poppy's coming in, and they actually check to make sure what day she's in. And when they see her come in the room, you just hear the sounds of Poppy's here, and it's just beautiful. 就算袂晓开嘴讲话，杨过拍皮规身躯真软的门，加上受人喜爱这个个性，伊所带有这个等待生命最后阶段，祝福因的欢乐甲安慰，可能比人类也搁较济，也更加单纯。国视新闻，郑元庆编译。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